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头一摆来到遮，真欢喜哈！有这个机会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个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真正足宝贵，我足欢喜。我会当做一个牧师哦，我不时咧感恩上帝用我这个资源回收啊，这个本地是一个安尼做放荡的少年的啊。对我来教代志后，以后吼，这竞选我好调，来读神学院，来开始做一个团队，我足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好的恩典，对一个人上大的祝福。今仔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个路德记。最近我伫我家己的教会嘛，一直咧讲路德记。路德记是我足意爱的一卷册吼，伫圣经66卷中间，伊是足特别的一卷册。因为路德记咱若看，即个即个画家吼米勒吼，伊就为读了路德记了，伊就画一幅图，叫做十岁吼。可能咱真侪人拢知影，即个世界名画十岁。啊，即个画面中间就是看到一个画面，看起来足温暖的吼。即个色彩，黄色、感色安尼，互人看着心内的感受就无共吼。啊，甲其他咱讲圣经其他的册吼，有诶咧相台啊吼，搁比讲士师记啊，拢相台。讲先知吼，先知来吼，拢讲歹话啊，拢讲上帝祝福来啊吼。但是路德记读起来就无共。路德记伊个画面吼，咱拄只迄个十岁即个图吼，画面足温暖的，迄个色彩足温暖。内底的故事吼，嘛是足好个。内底即个人物的即个互动吼，互动足。互人感觉因内底即个人物的感情足丰富，但是足丰富因无安尼大声讲出来吼。就像讲，因为我是台南人吼，我台南人咧无咧教人讲我爱你，你爱我啦吼，拢安尼爱在心里口难开吼，因为足含蓄啦，足含蓄。我毋知大家有看台湾一出电影哦，前2年叫做《孤味》吼，《孤味》吼，即出电影就是讲，迄内底吼拢无讲啥物大道理，但是你规个电影看了，你内底人迄个感情吼，拢无讲出来，但是足够的吼。路德记就是安尼，路德记内底也无爱你爱我，就是路德甲拿俄米，路德甲波阿斯吼，咱即几个人物咧讲话时阵，咱对因的行动，咱就会当看着，因内底是充满感情的。所以我感觉咧读路德记吼，毋是像咧研究一篇报告吼，即个科学报告。因为我以前是读动物的，我读动物的，我拢逐工拢爱读报告吼，读科学报告但是路德记绝对毋是一本科学报告吼。像咧坐伫大树骹吼，你若要读路德记吼，你毋通摕伫书桌头前吼，安尼开啊，做认真想要讲路德记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迄句话是啥物意思？你读一本小说咯，咱路德记是一本小说所以读小说安怎读？你来找一个舒适的所在吼，上好是咧大树骹吼，捧一杯乌龙茶吼，一面读一面吸个乌龙茶吼，册也有花甘，茶也有花甘吼，足赞迄味偌好吼，路德记的故事当中，伊所咧记载是上帝对人的疼，以及人甲人中间的疼。所以路德记内底无咧甲你讲道理，无道理，无讲道理啦。但是你读落来，你会读到迄内底的疼，这就是路德记。伫读路德记的时阵，咱得拍开咱的心。
进入伊个现场，进入现场。咱读小说拢是共款，甲咱看电影是共款，咱拢要进入迄个现场，啊，咱家己囥伫迄个主角的迄个地位，安尼来思考，因到底想啥？安来思考，即个主角即摆到底咧想啥？啊，伊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啊，咱就会当体会《路德记》内底，想要圣经透过即个《路德记》，想要甲咱讲的话就是啥？就是听甲关怀。听甲关怀，这就是《路德记》的主题。听甲关怀。啊，《路德记》是一个时代一个小故事啊，一个小故事。所以有人啊感觉，《路德记》这也无咧讲道理，也无讲道理啊，囥伫遮是要创啥？囥伫圣经内底到底是要创啥？啊，这圣经吼，咱拢嘛是讲啊，可比讲。出来日记啊，咱就讲啊，内底做迄故事哦，平平平平啊，有摩西吼，摩西大人物吼，咱讲对大人物咱来学习嘛吼，学习摩西的样嘛吼，啊，但是这内底也无啦，啊，小故事嘛，啊，看起来无啥价值嘛，你讲这个故事到底是咧讲啥？啊，读几本也无，毋知影你咧讲啥，啊，毋知影你要教我讲啥啦吼，啊，就是一个足普通的故事啊，但是。无大人物，无大事件，这就是《路德记》的价值。《路德记》的价值，就是这本册咧讲一群足平凡的人，伫平凡的日子所发生的一个平凡的故事。属上帝的一群小人物，因的故事。啊，圣经为啥要讲这小故事呢？啊，因为咱拢是小人物嘛，咱拢是小人物，咱毋是大人物，咱拢毋是摩西，咱拢毋是大鼻王啊。但是每一个人拢会亲像路德，亲像拿俄米共款。咱拢是小人物，所以咱会当对路德记来学习，甲咱共款的功课。但是这个真温暖的故事起头是愈来愈黑暗，一步一步，那像一个人跋落大海，愈来愈黑暗。大声有机缘，这一口人哦，因为伫以色列伫迦南地有机缘，所以因就走去摸啊。这个机缘啊，迦南地也有机缘哦。咱想讲啊，迦南地个咱用粗想，咱用土想来讲啊，上帝对埃及哦，以色列人带出来啊，去到迄个迦南地，啊无意思应该是讲啊，去遐退休啊嘛吼，去遐养老吼，啊即带你去个所在啊，上好个所在嘛，啊恁准备着等下食好做功课就好。啊，但是迦南地有机缘啊。迦南地本来就有机缘嘛，迦南地不是有机缘。你若捌去过以色列就知影吼，迄以色列毋是像台湾安尼周围啊足清水的，以色列拢是旷野，拢是旷野，啊只有一条约旦河安尼尔。所以迦南地不是有机缘啊，所以做上帝百姓，毋是讲亲像咱伫台湾做公务员，你就摕着铁饭碗吼，食穿拢免烦恼。迦南地不是有机缘啊。是啊，这上帝的百姓，你不是就是有机缘啊！你毋通想讲这上帝的百姓，啊，你着拢啥物拢免烦恼吼。啊，所以这家口啊，这个拿俄米因一家口啊，就离开迦南地去外邦的摩押。啊，圣经讲本地是想讲暂时住咧就好啦，暂时嘛，有机缘啊，机缘了按着转嘛。因大圣的想法是安尼啦，暂时。徛去伫遐，但是讲暂时徛去啊，住10几年啊，10几年啊，毋知到底住偌济年，无讲啊足清楚。啊，而且是因行到无路啊，行到死路啊，啊不得不伊才离开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起头，这个路德记，这个真温暖的故事的起头是愈来愈黑暗，但是有机缘，啊机缘咱就哇，紧走
走，紧走啊！啊来走，走了后，佫行入死路。甲咱地的基因，基因，互即个上帝囝儿不得不离开，不得不离开，啊，真悲惨，愈来愈悲惨。结果无落尾，老爸也死啊，两个囝也死啊，愈来愈沉的，愈来愈沉的。你看，罗德记一开始，第一章，只哪有你拄着一个死路，一直行，行到一个死路啊，前途荒芜，走投无路。三个寡妇啊，阮这一开始是甲伊翁出去尔吼，有一个理想嘛，讲去摸仔遐袂歹啊，咱就伫遐大生活就免烦恼。但是就变成安尼，行到路尾走投无路。三个寡妇，伫以色列还是讲伫中东地区拢共款，伫加兰地寡妇。妇人人基本上你得靠翁婿吼，得去嫁翁，你才有法度活落去，因为妇人人无法度找石头啊。寡妇伊翁死啊，伊家己无即个谋生能力啊，毋知要安办，毋是一个人，三个寡妇，所以因即个拿俄米决定讲伊要转去要离境，要转伊的故乡，所以因就开始，伊就甲这媳妇讲我要转去，爱离别，离别，恁无恁我要甲恁 say goodbye 吼。所以这个大家甲媳妇就出声啼哭，拿俄米讲我要转去故乡要离境，我家己无望啊啦。是啊，我遮老啊，我无远嘛。所以我袂使去拖累恁两个少年的，恁两个媳妇，恁两个是某仔人嘛，你转去你的后头厝嘛，你转去找恁老爸老母，赶紧嫁，赶紧嫁一个翁婿吼。所以那后面就跟赶两个媳妇转去家己的所在，安尼毋才有前途啊。但是。看着拿俄米甲因两个新妇的讲话，咱会看着即个死亡吼，死亡即个主题一直在因的对话当中哦，一直出现，一直咧讲死的代志。拿俄米甲安怎讲？愿耶和华好款待恁，亲像恁款待已经死的人，甲我共款，已经死的人。所以拿俄米来因亲。恁看吼，三个已经死啊！所以一直咧提起死即件代志啊。所以落尾即个大媳妇吼，罗尼巴就甲即个拿俄米争喙吼，那个别安尼好啦。既然大家遮坚持，我就转。但是即个细汉媳妇落得放袂。伊安怎讲？你死伫遐，我也死伫遐，埋葬伫遐。除死以外，若有啥物互你我三离？愿耶和华加倍责罚我。所以你看，即个路德，伊甲即个大家咧讲话，嘛一直咧讲死。所以，我咧想我若是路德吼，我决定咧甲大家转去对行，我应该安怎讲？大家已经足伤心啊嘛吼，我应该讲，赶紧，妈妈，咱做伙转来，我甲你做伙转来，我来拼命，我来饲你，咱有前途，有我伫咧，你免惊。应该是安尼讲，应该是鼓励的话啊。但是伫遮。如果讲你死伫倒，我就要死伫倒。
就想要救助恁头家紧死死的哦。所以啥物你即阵咧讲你死倒，我就要死倒咧。这就是一种气氛。就是讲，即个路德伫一开始，拢本底是一个机缘命，一直行，行到落尾死亡。其实路德的话，路德直接讲即句话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讲，伊知影等于别离形，可能因两个拢爱死，可能因两个拢爱死别离形。所以有心理准备啊，不要紧，妈妈你死伫遐，我就死伫遐，我会甲你装做伙。互人足悲哀的一个结局。所以拿尔米当伊到伯利恒的时阵，伊心内苦毒，足苦的，还有怨妒，甚至怨妒，伊咧怨妒上帝。所以伫第13节讲啊，我为着恁尽的忧苦，我为着恁尽的忧苦，我足苦的啦。因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耶和华若伸手攻击一个人，这个人敢活命？一定无活命的。我即马就是安尼，我看我的前途一点仔希望都无，一点盼望都无，我无活路啊！啊，第20节，伊当伊到伯利恒了，因厝边头尾啦讲啊，哪尔米转来啊，哪尔米转来啊？但是拿尔米讲，无得去叫我拿尔米，因为拿尔米这个名就是甜的意思。来叫我玛拉，玛拉是苦的意思。因为全能的款待我真艰苦，全能的款待我真艰苦。是啊，意思讲我有这个全能的，甲我掠掉的，甲我接发，我真正足艰苦的。我活袂落去，这就是拿尔米当伊到伯利恒，伊的心情。伫路德伫迄个时代吼，迦南地啦，即附近中东地区拢共款。一般的人认为讲，一个人若知，啊，就是上帝来，拢是对因的神来，毋是对上帝。对神来的这个接法，啊，所以拿尔米真自然吼，伊就感觉哦，我遮苦吼，啊，就是耶和华来啊。你对拿尔米的话，你就感觉拿尔米真正足怨妒的，啊，我只不过去毛啊大一下，啊，代志较会变安尼，啊，耶和华你未咧有够残忍的吼，所以足怨妒的啊。所以21章。拿尔米在伊个厝边讲，我出去的时阵满足，我出去的时阵满足，耶和华互我空空倒来。我出去的时阵满足，啊，敢有？伊奇远的时阵出去啊，是伊拄着奇远出去啊，出去的时阵嘛是安尼，两个翁仔某尔。出去的时阵，但是对拿尔米即阵的心情来讲，就是安尼啊。满足，耶和华互我空空倒转来。耶和华已经责备我，来证明我。全能的已经考察我，恁啥事叫我拿尔米啊？你看拿尔米心情真正有够假啦，心情对落，那像一个人真正对大海沉落到上底。但是，上帝要甲伊讲话，上帝听见拿尔米的这个怨妒，上帝点点甲回答，点点甲回答，就是上帝无讲话，但是上帝回答伊。即节的圣经，按拿尔米倒来，伊的新妇。摩押的查某囝路德对摩押地倒来，也甲伊来到伯利恒，拄啊是起手挂大麦时，到伯利恒拄
我是起手挂大马的时，挂大马就挂大马嘛，这也无啥稀罕啊吼。但是挂大马意思就是讲，规个拢大马啊，迄大马拢已经熟啊吼，准备要挂，所以你看过去就是一片的大马。啊，那你大声是怨叹上帝讲。啊！你互我空倒转来哦，你互我空手转来，我苦到即个地步啊！但是伊的画面出现的是上帝丰富的臂膀，规个拢是大马，伊的字形拢是大马，准备要收割的大马。我拄仔讲我是台南人吼，台南人江南平原拢种水稻嘛，种树啊。我住伫台南市，我印象足深。阮爸爸以前伫台南县吼，伫迄永康遐有一个工厂吼，迄个是嘉南夜转的对面吼，你若知影，你若对台南县的人会知影，就是迄个嘉南夜转的对面遐。若拜六时啊，我才坐车吼，坐公路局，去到对台南市放好了，去到阮爸爸的工厂遐吼，去遐过暝，阮妈妈伫遐咧煮食，遐煮工食吼。你会经过田的，1号公路边仔拢是田，种稻啊，稻啊就熟的时候，稻啊熟的时候，凊头嘛吼，凊头黄色金黄色，风来过来的时候，变做一个稻浪，稻浪一波一波，左水啊！你看迄金黄色的迄稻啊吼，安尼一波一波。我咧坐公路叫顶面，我看到有迄稻浪的时候，我心情感动哦，真正足歹形容。这就是你甲路德来到北义园所看到，大马要收成，大马要收成。你看你拄则讲啥话？上帝，你我空倒转来，但是上帝点点来回答讲：你看，请你看，请你看，这大马已经熟，准备要收割。我敢互你空空，你袂空空，你来到我的即个嘉南地，你转来到嘉南地，你袂是空空啊，你袂是一个绝望无希望的人。这就是上帝的陪伴，上帝点点的回答，上帝点点的陪伴。咱看路德记，就是伫即个挂大马即个场面当中开始出来即个整个的即个故事。咱看即个路德，就是因为去即个挂大马即个田内底吼去捡即个大马，所以有以下的故事。整个故事嘛是对即个挂大马吼，即个场面当中安尼写来写去写来。所以这就是《路德记》，咱这读者看着吼，上帝的恩典就代表这个大马，上帝点点所准备的恩典，就是伫这个大马中间。你看家己是一个无希望的人，但是上帝有恩典，已经传好伫遐。你收割就表示讲，咱伸手来接受这个恩典。所以起手挂大马，咱看到两项代志：上帝陪伴大马伫遐，人伸手会当接受这个恩典。这就是路德记。要凡看到恩典，看到上帝的恩典，咱人定在怨叹，但是上帝拢有恩典，上帝一直来陪伴恩典，只是咧定要去接。嘉南地袂一直拍机远啊，是啊，
甲人地袂一直停，但是上帝也我的劝告一直拢伫遐。真好你，真欢大管事啊！大管事就无想要转去啊！伊讲啊，嘛是真好吼，嘛是真好，啊，伊就无想要转家人地啊。真诶，因若毋是拄着行到绝路啊，行到无路啊，伊无可能搁想着上帝啊。伊就是翁也死，囝也死，所以无法度啊。回头较想着讲啊，转来对面应该是还佫会使吼。所以咱兄弟姊妹拢差不多啊，咱一个基督徒，咱嘛是拢差不多，咱定定行到绝路时，咱较会回头去想上帝。咱拢差不多，咱一直行，咱伫即个世间，咱一直行。啊，咱有家己的事业，咱有家己的前途啊，咱家己一直行，咱讲真好啊，真好啊！我发展真好啊，发展真好，我就袂想着上帝啊。我想啊，这拢我家己的啊。啊，做到啊，拢走投无路啊，已经事业拢破产啊啥，啊，咱较会想着上帝。咱行到绝路的时阵，较会想着上帝。但是当咱行到绝路的时阵，咱回头回应上帝，咱会看着啥？看着上帝一直点点咧陪伴，点点咧管顾，为咱陪伴一切。就亲像我自细汉我就伫教会吼，阮爸妈是基督徒，就带我去教会，我也真欢喜哦。我到高中的时候，我拢一直教会，我足欢喜的。啊，去到大学，到台北读册时，我就足懒的。啊，个父母无伫身躯边啊，礼拜时啊，出头足济嘛吼。一个大学生出头足济啊，连伊去淡水啦，连伊去阳明山啦，吼，投伊通好耍啊，较有都无想着讲啊，要教会啊，教会我若有闲我就会去啊。啊，逐工嘛拢无闲吼，逐礼拜拢无闲，所以渐渐我就无去教会啊。上帝讲我袂入去，我时啊读大学，我我家己的本事读啊。啊，以后出来出业了，我找头路嘛，做我家己的本事啊。我讲我家己行就好啊，我毋免上帝啊。但是上帝拢无生气啦，讲正经的上帝哦，做主爱的上帝拢无生气，讲你行你家己好好行啊。啊，落尾把我带来港仔台吼，港仔台了，整个迄个环境。对台湾到港仔台足大个变化嘛。我来港仔台了，足闲个嘛，足闲个，你着歹势讲无去教会嘛吼，你着讲你也无可能逐工拢有朋友带你出去嘛吼。啊，你着去教会，尤其我的祖囝讲，爸爸我做爱去主日学咧吼。啊，既然祖囝咧讲啊，你也歹势讲无去吼，就去。去了。去有一工吼，迄个团队员吼，迄个一个团队就讲，你圣诞节你有要分享一下无？你做一下见证，做一下见证，做啥见证？我人都好好啊，一般咱做见证要做啥？要着人嘛，无出车祸啊，啥？我也拢无啊，你是要叫我做啥见证啊？我听是个声音，上帝，我点点来讲，我即几年你拢离开我。我无离开你呢，你的稳定你算啊，我的稳定你好好算看卖，你好好算看卖，我的稳定一直甲你做伙。啊，你讲这无证，无啥物见证，有影无影？我听着心内我着足艰苦，是啊，上帝的眷顾一直甲我同在，上帝稳定一直无离开我。就算我离开教会，10年、2年、20年呢，上帝拢无讲话，上帝拢无怨叹，所以我落尾我感动讲上帝恩典真正是太大，我感谢，我着来做团队员，我感谢我做团队员了，做一个牧师，我愈来愈感谢，因为恩典愈来愈大，是。上帝拢为咱陪伴一切，
花的灌溉，咱拢真健忘吼。咱拢足健忘的，拢足歹记忆的啦。是啊，咱定定袂记上帝，就像我共款，咱定定袂记上帝，但是上帝袂甲咱放袂记。过去诗篇内底有一段是讲，古人袂记伊的囝儿，就算有啦吼。迄诗篇写了真正有够绝的，嘛足写实的，吼，真正有人袂记伊的囝儿的，吼，有人迄老母吼，去小平仔带伊的囝儿囥伫后壁吼，伫车内袂记住。是啊，上帝讲，有因人无可能袂记家己的囝儿，是99%。啊，圣经佫继续讲，就算有啦吼，就算有即款人，上帝也袂记住伊的囝儿，上帝袂甲咱放袂记。所以感恩节时，咱来放落咱的怨毒、怨头来上帝，放落咱的怨头，咱伫人生中间，咱会拄着足侪代志，拄着足侪机缘，拄着足侪无顺利的代志，拄着是咱难免咱的怨叹，就亲像大笔咧，互扫罗追杀的时阵，伊有当时啊心内嘛足怨叹，但是伊拢知影爱越头仰望上帝，当时越头仰望上帝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学乐，伊就开始感谢，这个改变大笔的一生。咱嘛是，当咱开始咧怨叹的时阵，咱来甲家己讲，我无爱去怨叹，我要开始算上帝的恩典。咱若开始算上帝的恩典的时阵，咱会看见上帝一直伫咱的人生道路顶面为咱关顾，一直无离开。